跟农主说是从事，俺等于这个教育的呢，但是他才是，这个若对不起，还是他小比如说，小我比如说的大人，农主没谁钱呢，说的农主人已经到我呢，哎，小伙子的就，你把卡给买不差不多。因为是上街一去，但是这个朋友啊，他那个在我的，娘们买个要送去不去，娘们说去啊，还是去过了的，别要我的，出去。是本那个没去，我手术考了呀了，其实啊，说起是家长那种，就是给说难怪去了，他那现在手续不多。这是讲当然了嘛，朋友可能是雄心爱准备这个那些的就这里讲到哪里啊？是可是慢慢就跑出去了，别要我的，俺那都到巧克啥个呢？这个上街给去，这个吃什么嘛？这个等到嘛，这下有套那些上任拿了嘛，雄心，参谋了这个生活拿了不帮个是这个，哎的，第一这个下月的就要我就穷了，这啥家长的呀，这个囊水就当然学不学去才有多啊，所以呢，参谋了手术减少啊。哎呢，确实了呢。当然了，是那个请求啊，那个强生，反正上啊，就是在车上也都这个公交道上，娘们人车上也都是啥样呢？这样的，这里的，我那车内，他说的呗，车是要我手脚的。他家长的呀，这些个类的呀，啥都多呢。他们有顾到大学，你呢，什么的地方了？难怪去了，他那现在小做这个的话，个人是南北去，这个陆上这边可多了，吃什么没有？这个谈到那个他呢，是老百姓跟咱们那个他呢，习惯对头，可这这个也不是真的。俺那是我那车那个那车呢，对头我小小的，他的家长那嘛都是带头说呢。是不是对？不是的，俺们说的是。我那啥，而且是自己的。出入人们这忙不要的，德州人们这忙不要的。这那些呢，南边多大的，我那没谁的，就开去这不是多，但是那时候排排，这个都打不了，就要的。那这什么的这个呢？街上这不都还是可能打过去是些，这什么的这个了，背出去呢。这样的，去给钱那么钱，过来闲用的，这个东西都看的，我说这样的白开说，真不是。先把这些交给，再把把它交给，应届经理给他交，人家的是啥去？